海星係個大家族，有大約1500種成員，幾乎世界上所有嘅海域，由赤道到兩極，都有海星嘅身影。不過海星並唔係一出世就係星形，初生嘅海星係半透明嘅幼年體，喺海床掙扎求存60日之後，先會變態成為星形。但係喺呢60日，佢哋係點樣覓食同埋游水呢？史丹福大學嘅專家透過喺水池中加入塑膠粒，首次破解佢哋嘅求生秘技。專家發現，當幼年海星移動嘅時候，身體周圍會產生幾個小型水漩渦。原來幼年海星身體表面有一層肉眼睇唔到嘅細毛，幼年海星可以自由控制呢啲毛，當相鄰區域嘅毛向相反方向擺動，就可以捲起水漩渦。呢啲漩渦有2個功能，其中之一係覓食。幼年海星食嘅係浮游藻類，即係畫面中一條條波浪形嘅細線。可以見到呢啲藻類被捲入漩渦，帶到幼年海星身邊，令到佢哋食到更加多海藻。而漩渦嘅另一個功能係幫幼年海星加速航行，喺唔夠食物嘅時候，盡快轉移覓食陣地。佢哋甚至可以根據情況，隨時改變全身細毛嘅擺動模式，調節漩渦嘅數量。專家相信其他海洋生物，如果幼年期同樣係有細毛，可能都有演化出類似嘅求生技能。